虔诚的听众熬早，现在是前甲一声空中报告节目时间。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。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。六祖坛经在前面甲咱各位所讲解呢，就是已经解说甲正文第41页，已经解说甲正文第41页。对头说倒来，就是解说甲第6节。对头算倒来，就是解说甲第6节，就是解说甲自性觉原体，随照往前流。即嘛说了应该呢，解说下面就是不入左事实，妄言处两条。即嘛就是爱来解说这两句，在前面，这就是这位地上法师听到六祖慧能大师的开示了啊，对佛法有所了悟，因此呢，就以伊这个句啊来表白伊了悟的心境。在前面，伊就讲无端呢生起了知见，就着相啊来求菩提。在内心，若是存有一念，讲我已经有得到了悟啦。要哪呢？就甲过去所未啊，无啥物款的差别。要哪呢？自性觉原之体啊，就随着这款的妄念知见冤枉呢，来受生死轮回。这是地上法师在前面所讲的句。即嘛就是讲，假若若是无入祖师之室啦，就妄言处两条。祖师，这就是咧指六祖慧能，因为慧能大师呢，伊是在五祖迄个所在得法，作为禅宗第6代祖师。这个祖师伫咧开示学人，但这个学人呢，必须爱入室。这个入室啦，有两种的意思。一种意思就是讲，必须要来亲近你啦。第二种意思就是讲，亲近了，对你呢，会当互来了悟。在《论语》我来讲主曰：有也生动矣，未入于室也。所以在儒教内底，就讲做生动入室。生动甲这个入室，这是两回事啦。那这个生动，这个动，这是伫较外面，室呢是搁较内底。生动意味入室，就是讲已经有了解迄个道理，但是了解了呢，还无讲真彻底。一旦生动又搁再会当好入室啦，这就是表示讲迄个理呢已经了解真彻底啦。所以伫遮伫咧讲做不入祖师室。若是外表看起来好参像讲，若是无来亲近祖师，但事实上呢，
就是讲对祖师所开示的道理啊，若是无一番深入的了解，这就是不入祖师式的意思。茫然处两头，这个茫然啊，就是真正渺茫的意思，就是讲变成呢茫茫渺渺，处两头。这个处两头的意思，就是讲就处向在两头。这两头是啥物呢？就是前面所讲，准一个无见，守在空地。在前面慧能大师来讲不见一法呢，就是准无见；不知一法，就是守空地。所以所讲的两头，就是在指一边是准无见，一边是守空地。加上若是对略做慧能大师所讲的道理，未当好真正深切的体会啦，就变成有这两种的妄见，那就是准无见、守空地。就是这位智通法师。伊来听到慧能大师的开示了，有所了悟，所以呢就做这个记啦。一边地上一日闻书曰：佛说三乘法，又言最上乘。弟子未解，愿为教授。地上一日闻书曰，讲这个地上法师啦。搁再有一天，就来问慧能大师，就安尼讲啦，讲佛啦，说了三乘法，又言最上乘，又搁再讲这个最上乘，弟子未解，就是讲对佛所讲的三乘法以及甲最上乘法啦，我无了解。愿为教授，就是讲愿望祖师呢，你来甲开示。这个教授呢，就是教法授道，就是讲将迄个方法教，将迄个道理呢来传予伊，名叫做教授。三乘法所指的就是声闻性、缘觉性，以及菩萨性。三乘法在《法华经》内底已经有啦。在《法华经》所讲的，在譬如羊仔车，就是在指声闻性；鹿仔车呢，就是在指缘觉性；牛车呢，就是在指菩萨性。咱世尊出现在世间教化众生，本来是要以一乘实相之法来去教导众生，但是因为众生的根基还未成熟，只好呢就讲一个较浅的，那就是声闻缘觉菩萨性，依照迄个次第来说明。到最后呢，就来讲这个最上乘。这个最上乘在《法华经》名叫做大白牛车。这个大白牛车就是譬如最上的一佛性。在《金刚经》内底有安尼讲啦，讲如来为法大乘者说，为法最上乘者说。就是讲佛是为着迄个发大乘心的人来开示道理，来对迄个发起了最上乘心的人来开示道理。发起最上乘心，也可以讲伊发心要来成佛啦。
最上乘名叫做讲做一佛乘。最上乘呢，也就是圆顿教法。这位地上法师对三乘法甲最上乘法的道理无了解，所以呢，才愿望祖师来甲伊开示，来甲伊教导。师曰：你关注本心，莫着为法相。法无事性，人心自有定差。慧能大师就甲伊讲啦，讲你应该爱来观自己的本心。伫遮所讲这个观，就是以智慧观照，就是讲你应该爱运用你的智慧来去观照你的本心，也毋通着外表的法相。这个法相是约法性的对立所讲。若是对法性讲起来，这是只有一个，无啥物款的差别。毋过呢，表现在外表的相可以看到这是各个不同。所以呢，就名叫做讲做法相。这个相呢，就是一种的差别相。在《维摩经》佛国品内底，我来讲善解法相，知众生经，就是讲会当好来了解法相。法相也就是佛所讲的这种种的道理，也会当好来了解众生的根基。这就是善解法相，知众生经。不过在这个所在，甲讲毋通着外面的法相，就是你毋通着在迄个什么三乘啦、什么一乘啦，这款的分别法相中，讲法无事性，人心自有定差。讲这个法呢是无事性，这个事性是哪样分啊？声闻、缘觉、菩萨，这已经是三乘咯。搁再一个最上乘，安尼就变成四乘。讲这个法的本身，法的本体呢是无事性，人心呢自有定差，就是讲这呢是咱人的心自己有这个定差。定就是等级，差就是差别。法伫遮所讲就是真理啦，就是讲真理的本身呢是无有声闻性、缘觉性、菩萨性、最上一佛性。真理的本身根本是无这款的差别。毋过呢，咱人的心自己有这款的等级。有一款的差别所以无论讲三乘法也好，无论讲最上一佛性的法也好，这拢总都是因为咱众生本身有这款的差别咱的根基个别，发心个别不同，所以就变成了有这个三乘啦，或者是讲四乘法的差别。到底是怎样差别法呢？六祖慧能大师就解说了，讲见闻转相是小乘，五法解义是中乘，依法修行是大乘。万法尽通，万法齐备，一切不染，离诸法相，一无所得，名最上乘。乘是行义，不在口精；念是自修，莫闻我也。
一切事中自性自如，常礼舍即是将士之说。在这所在，六祖慧能大师对地上法师所开示的声闻缘觉菩萨，就是小乘、中乘、大乘的道理啊，甲咱一般所解说不同，可以讲有伊的特色，这咱必须要该了解。慧能大师就讲啦，讲见闻转相是小乘。安尼佫就讲做见闻转相啦，就是讲只有依据自己的目睭所看，自己的耳孔所听，安尼呢就来去读上经典。这就是只有知其然，也不知其所以然。这款的这呢，就名佫就讲做小乘。对于这个小乘，咱平常时阵拢是指这个声闻乘。这个声闻乘，若是依照咱一般的解说法，就是讲听到佛的音声，也来去学去修行，安尼名佫就讲做声闻乘。不过伫遮六祖慧能大师的解说呢较特别，就是讲只有听到看到，也依照着所看所听，也来去读上经典。虽然是讲读上经典呢，确实毋知影内底的这个所以然，只知其然，而不知其所以然。啥物叫做讲知其然，而不知其所以然呢？就是讲只知影讲爱来去上经，但是为什么都爱上经呢？袂当互来进一步了解。比如讲在经典内底，伫咧讲诸法是无常，了解诸法无常，就是讲世间法拢都是无有永远啦，这就是知其然咯。你若是知其所以然，就进一步爱了解讲，为什么世间的代志拢是无永远啦？袂当进一步来去甲研究，袂当进一步来去了解，这呢就是知其然，而不知其所以然。下面讲五法解义是中乘，这个五法解义是中乘，就是讲了悟着法。来了解迄个道理啦，这就是名叫做讲做中乘。这个五法解义又搁再进一步啦，就是讲到迄个会当好来了悟佛法，会当好来了解经典中间的意义。虽然已经是知影这个所以然啦，但呢却袂当好自己好好来去实行。这就是属于中乘，就等于讲，咱知影啥物叫做讲布施，也知影讲为啥物都爱布施，已经拢知，确实呢，袂当好来去实行布施之道。到这个地步呢，就是遮所讲的中乘。那一般咱伫咧讲这个中乘，这就是属于缘觉乘。这个缘觉也名叫做讲做独觉。若是用缘觉讲起来，就是讲修十二因缘的道理，来观这个十二因缘的道理来去讲这名叫做讲缘觉。若是独觉，就是讲点在无佛出现在世间的时阵，自己来去修行，自己来去得到觉悟，这呢就是名叫做讲做独觉咯。一般咱就咧讲这个中乘是安尼解说法。对于这个小乘、声闻乘，就是讲这阿罗汉听到佛四谛音声，来去学去修行，这是咱一般的解说。但是慧能大师毋是安尼讲法，慧能大师就是讲见闻转相是小乘五法解义是中乘。
下面讲依法修行是大乘啦，或是讲依着法来去修行，这就是属于大乘。意思就是讲，既然会当回来了悟六道万行的道理，不但是对于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这6种的法门会当好了解，而且呢，也了解讲为什么都要布施，为什么都要持戒，为什么都要忍辱，为什么都要精进，为什么都要修禅定、修智慧。迄个所以然也了解，不但是所以然了解，搁再进一步会当好依着安尼来去实在去做。你既然了解为什么都要布施，有迄个必要性，那你就要好好去布施啊。既然了解为什么都要来持戒，你既然是了解持戒的必要性，那你就要去持戒啊。你既然了解忍辱的必要性，为什么都要忍辱？你既然了解，那你就要去修啊！有照呢来去修呢，这就名叫做讲做大乘。所以这个大乘呢，又是搁再进一步。慧能大师所甲咱讲这实在是在咱学佛修行中呢，非常的实用。咱讲非常的实用呢，这就是咱学佛修行的次第啦，一段一段来。尤其是呢，咱初发心，慢慢向前进步啊，也就是爱依着六祖慧能大师所讲的，安尼来去进步才对。譬如讲，咱初伫咧学佛修行，听人讲这个道理，在咱无听的时候，逐项慢捌啦。甲咱讲这个道理了，咱对这个道理知啦。伊甲咱讲的是啥物，咱知啦。但是为什么是安尼呢？当然，咱无法度即马就去体会出来。所以，若是在这款的情形之下，就等于讲初入去修行法。咱即马搁再慢慢来去学习，来去研究。所讲这句道理，为什么他安尼讲法呢？咱已经了解，就变成讲知其所以然，也就是遮所讲的五法解义。安尼呢，就是变成中乘啦。咱即马了解了，咱就实在来去甲做看卖咧啊。佛法毋是干那互你了解义义，比这个了解较重要，就是讲如何来去实在去实行。咱实在来去修行看卖。一旦实在去实行呢，这就是变成大乘。所以伫遮所讲的这个小乘、中乘、大乘啊，咱也可以以咱一般的社会教育来做一个譬如。这个小乘呢，等于是入去小学；中乘等于进入去中学；大乘等于已经进入去大学啦。咱学去修行的过程就应该按来去求进步，毋通讲常常停在迄个佛门之外，对佛法的道理一无所解。要咱对佛法的道理了解呢，毋通一知半解，敢若知，敢若毋知。咱不但是爱知影所讲的是啥物意思，更加进一步爱了解讲为什么他安尼讲法。也不但是咱爱了解讲为什么爱安尼讲法，既然咱了解讲这个道理就是安尼讲法，这个道理啦，有这个必要性，有这个必然性，那咱就进一步爱好好会当好依照来去实行。这呢，才会符合着六祖慧能大师伫遮所讲的迄个三乘的意义。所以一个人若是只停顿在见闻转相，那就是小乘咯；停顿在五法解义是中乘，会当进甲依法修行就是大乘。所以这完全是法无事性，人心自有定差。注意先听讲，就请咱各位暂等1分钟，我就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。